手机 APP 程式叫做大声朗读的，要来录制这个文章，逐字念哦。然后这个字都已经有调整较大了，然后手机萤幕画面本来1分钟关闭了，变暗了，变黑幕了，已经调整为30分钟了。要去那个设定找那个显示，然后调整为30分钟。现在要念新的文章，要去开启，按资料夹这个开启，去选那个记事本的档案，记事本的档案像这个，要找那个都是中文的了。这经典的已经有念了。现在举例了哈，找那个《三国志》，你看有 P1 到 P192，可以念半个钟头，没关系，没问题。按下去，你看都有广告了，要没有广告就要升级，要付费，忍耐一下，不要受广告影响。卷25魏书25，新皮杨父高唐龙船。卷26魏书26，满田千锅船。赚了。卷27魏书27，徐胡二王船。赚了。PG 三国志卷1魏书义武帝纪第1。太祖武皇帝，沛国谯人也，姓曹，会操，字孟德，汉襄国参之后。1. 桓帝时，曹腾为中常侍大长秋，封废亭侯。2. 养子松嗣，官至太尉，莫能审其生出本末。3. 松生太祖。注1，曹瞒传曰，太祖一名吉利，小字阿瞒。王审谓书曰，其先出于皇帝。当高阳氏，陆中之子曰安，是谓曹姓。周武王克殷，存先世之后，封曹辖于诸。春秋之事，与于盟会，代至战国，魏楚所灭。子孙分流，或加于沛。汉高祖之起，曹参以功封平阳侯，世袭爵土，爵而复少，至今是4国于戎城。注2，司马彪序汉书曰，滕父节，字元伟，素以仁厚称。邻人有王室者，与节使相类，一门任之，节不与争。后所王使自还其家，使主人大惭，宋所任使，并辞谢节，节孝而受之。由是乡党贵叹焉。长子伯兴，次子仲兴，次子叔兴。滕字季兴，少除黄门从官。永宁元年，邓太后召黄门令选中黄门从官年少温谨者配皇太子书，滕应其选。太子特亲爱滕，以时赏赐予，有益。顺帝即位，为小黄门，迁至中常侍大长秋。在省榻30余年，历仕4帝，未尝有过。好进达贤能，终无所毁伤。其所称见，若陈留于放、边韶、南阳严固、张温、弘农张焕、颍川唐西典等，皆至为公卿，而不伐其善。蜀郡太守因季历修敬于滕，益州刺史种稿于函谷关搜得其间，上太守，并奏滕内臣外交，所不当位，请免官治罪。披击。帝曰：奸自外来，滕书不出，非其罪也。乃请稿奏。滕不以介意，常称叹稿，以为稿得是上之节。稿后谓司徒，与人曰：今日未公，乃曹常施恩也。滕之行事，皆此类也。桓帝即位，以滕先帝旧臣，忠孝彰者，封废亭侯，加位特进。太和3年，追尊滕曰高皇帝。注3，续汉书曰，松字句高。直性敦慎，所在忠孝。为司隶校尉，灵帝擢拜大司农，大鸿胪代崔烈为太尉。黄初元年，追尊松曰太皇帝。无人作曹瞒传及郭班氏与并云，松，夏侯氏之子，夏侯惇之叔父。太祖于惇位从父兄弟。太祖少机警，有权术，而任侠放荡，
不治行业，故世人谓之奇也。一为梁国乔玄，南阳何容易焉？玄谓太祖曰：天下将乱，非命世之才不能济也，能安之者，其在君乎？二年20，举孝廉卫郎，除洛阳北部尉，迁顿丘令。三征拜议郎。四注一曹瞒传云，太祖少好非鹰走狗，游荡无度，其叔父数言之于松。太祖患之，后逢叔父于路，乃扬拜面乖口。叔父怪而问其故，太祖曰：族中恶风。叔父以告松，松惊愕，呼太祖，太祖口貌如故。松问曰：叔父言汝中风，以插乎？太祖曰：初不中风，但失爱于叔父，故见亡耳。松乃疑焉。自后叔父有所告，松终不复信。太祖于是亦得嗣意矣。注二魏书曰：太尉乔玄，是明之人。太祖而异之，曰：吾见天下名士多矣，未有若君者也。君善自持，吾老矣，愿以妻子为托。由是声名益众。续汉书曰：玄字公祖，言明有才略，长于人物。张凡汉记曰：玄立位中外，以纲断称，谦俭下士，不以王爵私亲。光和丕基中尉太尉，以久病侧罢，拜太中大夫，卒，加贫乏产业，就无所病。当是以此称为名臣。是语曰：玄谓太祖曰：君位有名，可教许子姜。太祖乃造子姜，子姜纳焉，由是之名。孙胜一同杂语云：太祖常思入中常侍张让事，让决之，乃吾手己于庭，于原而出。才武绝人，莫之能害。博览偶书，特好兵法，超集诸家兵法，名曰皆要。又著孙武13篇，皆传于世。常问许子姜：我何如人？子姜不答。故问之，子姜曰：子治世之能臣，乱世之奸雄。太祖大笑。注三曹瞒传曰：太祖出入魏谢，善治4门，造5色棒，县门左右各10余枚，有犯禁，不避豪强，皆棒杀之。后数月，灵帝爱幸小黄门简硕叔父夜行，即杀之。经失恋，莫敢犯者。尽习宠臣咸及之，然不能伤，于是共称见之，故迁为顿丘令。注四魏书曰：太祖从妹夫尹强侯宋其被诛，从作免官。后以能民古学，复征拜议郎。先是大将军窦武、太傅陈波谋诛燕官，反魏所害。太祖上书陈武等正直而见陷害，先挟迎朝，善人拥塞，其言甚切，灵帝不能用。事后诏书至3府，举奏州县政理无效，民为作谣言者免罢之。三公倾斜，皆稀释见诏用，或路并行，强者未怨，不见举奏，弱者守道，多被献毁。太祖急之，是遂以灾异博问得失，因此附上书切谏，说三公所举奏专回避贵戚之意。奏上，天子感悟，以是3府则让之，诸以谣言争者皆拜议郎。事后政教日乱，豪华逸斥，多所摧毁。太祖之不可匡正，遂不复献言。光和末，黄巾起，拜其都尉，讨颍川贼，迁为济南乡，国有10余县，长吏多阿附贵戚，赃污狼藉，于是奏免其八，禁断淫祀，奸鬼逃窜，训诫肃然。久之，征还为东郡太守，丕基。不就，称即归乡里。注一魏书曰：常吏受取贪滔，一以贵士，历前乡不见举。闻太祖至，咸皆举免，小大镇部，先鬼遁逃，窜入他郡。政教大行，一郡清平。初，城阳景王刘璋已有功于汉，故其国未立祠。青州诸郡转乡仿效，济南尤盛，至600余祠。贾人获价2010余辅导从作唱乐，奢侈日甚，民作贫穷，历世常吏无敢进爵者。太祖道，皆毁坏祠屋，只绝官吏民不得祠祀。
及至秉政，遂除奸邪鬼神之事，是之淫祀由此遂绝。注2魏书曰：于是权臣专朝，贵戚横自。太祖不能为道取容，数干武恐未佳祸，遂起留宿。拜一郎，常托疾病，折告归乡里，注释城外。春夏习读书传，秋冬役猎，以自娱乐。清之，冀州刺史王芬、南阳许攸、沛国周京等联结豪杰，谋废灵帝，立合肥侯，以告太祖。太祖拒之。芬等遂败。注司马彪九州春秋曰：于是陈波子亦与术士平原相凯会于分作。凯曰：天文不利患者，黄门、常氏、贵、真卒灭矣。必喜。分曰：若然者，分愿驱除。于是与攸等结谋。灵帝欲北巡河间旧宅，分等谋因此作难。上书言黑山贼攻桀郡县，求得起兵。会北方有赤气，东西敬天。太史上言，当有阴谋，不以北行。帝乃止。是分罢兵，俄而征之。分惧，自杀。魏书载太祖惧分辞曰：夫废立之事，天下之志不祥也。古人有权成败，既轻重而行之者，伊尹、霍光是也。伊尹怀志披击，中之诚，具载臣之事，处官司之上，故进退废置，既从事立。及至霍光受托国之任，借宗臣之位，内因太后秉政之重，外有偶卿同欲之事，昌邑即位日浅，未有贵宠，朝伐党臣，亦出秘禁，故既行如转还，事成如摧朽。今诸君图见囊者之意，为当今之难。诸君自度，桀、联党，何若七国？合肥之贵，孰若吴、楚？而造作非常，欲望必克，不亦为乎？今城边章，韩遂杀刺史郡守以叛，10余万，天下骚动。征太祖未典军校尉。惠灵帝崩，太子即位，太后临朝。大将军何进与袁绍谋诛宦官，太后不听。晋乃召董卓，欲以挟太后。卓未至而进见杀。卓道：废帝为弘农王而立献帝，京都大乱。卓表太祖为骁骑校尉，欲与继事。太祖乃变异姓名，兼行东归。出关，过中牟，为廷长所疑，执邑县，邑中或妾室之，未请得解。卓遂杀太后及弘农王。太祖至陈留，散家财，合议兵，将以诛卓。冬12月，时起兵于己吴。是岁中平6年也。注魏书曰：太祖闻而笑之曰：燕数之官，古今已有，但事主不当驾之权宠，使至于此。既治其罪，当诛元恶，一欲立足矣，何必纷纷召外将乎？欲尽诛之，势必宣禄，无见其败也。双引号。注谓曰：太祖以卓中必复败，遂不就败，逃归乡里。从述其过故人乘高履帛奢，帛奢不在，其子与宾客共劫太祖，取马及物，太祖手刃及杀数人。是语曰：太祖过帛奢。帛奢出行，五子皆在，被宾主礼。太祖自以被卓命，移其图己，手剑夜杀8人而去。孙胜杂记曰：太祖闻其食气生，以为图己，遂夜杀之。继而七创曰：宁我负人，无人负我。遂行。注是语曰：中牟一世亡人，见居于县。时愿意以被卓披击。书为公曹新之是太祖，以事方乱，不宜居天下雄喜，因白令视之。注是语曰：臣刘孝廉资以家财资太祖，时起兵，有5000人。初平元年春正月，后将军袁术、冀州牧韩馥、豫州刺史孔宙、兖州刺史刘岱、河内太守王匡、渤海太守袁绍、陈留太守张邈、东郡太守乔瑁、山阳太守袁仪、冀北乡报信、同时聚起兵，各数万，推少尉盟主。太祖行奋武将军。
注：一、英雄纪约，复字文杰，颍川人。为御史中丞。董卓举为冀州牧，于时冀州民人殷盛，兵粮优足。袁绍之在渤海，复恐其兴兵，遣数部从事守之，不得动摇。东郡太守乔瑁诈作京师三公遗书与州郡，陈卓罪恶，云见逼迫，无以自救，期望义兵，解国患难。复得宜，请诸从事问曰：今当助袁氏邪？助董卓邪？至中从事刘子会曰：今兴兵为国，何谓袁？董。父自知言短而有残色。子会复言：兵者凶事，不可畏守。今以往事他州，有发动者，然后何之？冀州于他州不畏弱也，他人攻魏有在冀州之右者也。复然之。复乃作书与绍，道卓之恶，听其举兵。注：二、英雄纪约，人犹自公叙，陈留人。张凡汉记载正太说卓云：孔公叙能轻谈高论，虚哭吹声。注：三、代刘繇之兄，事见无志。注：四、英雄纪约，匡字公杰，泰山人。轻才好诗，以任侠文。辟大将军和晋府进府使，匡于徐州发强奴500西役京师。会晋拜匡还州里，起家拜河内太守。谢承后汉书曰：匡少披击，与蔡雍善。其年为卓军所败，走还泰山，收集晋永德数千人，欲与张邈和。匡先杀执金吾胡母班，班亲属不胜愤怒，与太祖并事，共杀匡。注：五、英雄纪约，貌字元伟，玄祖子。先为兖州刺史，甚有威惠。注：六、夷字伯业，少从兄。为长安令。河间张超常见夷于太尉朱喜，称夷有冠世之意，干时之量。其中允量直，故天所纵。若乃包罗载集，管纵百事，登高能复，物之名，求之今日，渺焉米稠。是在超集合。英雄纪约，少后用一位扬州刺史，为袁术所败。太祖称，长大而能勤学者，唯吾与袁伯业耳。与在文帝典论。注：七、信氏见子勋传。2月，卓闻兵起，乃喜天子都长安。卓留屯洛阳，遂焚宫室。是时少屯河内，邈、代、茂、夷屯酸枣，数屯南阳，人犹屯颍川，复在业。卓兵强，少等莫敢先进。太祖曰：举一兵以诛暴乱，大以和，诸军何疑？向使董卓闻山东兵起，以王室之众，据2州之险，东向以临天下，虽以无道行之，犹足未患。今焚烧宫室，劫迁天子，海内震动，不知所归，此天王之时也。一战而天下定矣，不可失也。遂引兵西，将据成皋。邈遣将资分兵随太祖，到荥阳汴水，遇卓将徐荣，与战不利，士卒死伤甚多。太祖为刘石所中，所乘马被创，从弟弘以马与太祖得夜遁去。荣见太祖所将兵少，力战近日，谓酸枣为义公也，亦引兵还。太祖到酸枣，诸军兵10余万，日至九皋会，不图进取。太祖则让之，因为谋曰：诸军听无计，使渤海引河内之临孟津、酸枣诸将守成皋，据敖仓、塞焕元、太谷，全至其险，使披击。元将军率南阳之军军丹、西入武关，以镇3府，皆高垒深壁，故与战，亦为疑兵，是天下形势，以顺诸逆，可立定也。今兵以易动，时移而不进，失天下之望，切为诸军耻之。邈等不能用。太祖兵少，乃与夏侯惇等益扬州募兵，刺史陈温、丹阳太守周新与兵4000余人。还到龙亢，士卒多叛。一、至治、建平，复收兵得1000余人，进屯河内。注：一、魏书曰：兵谋叛，夜烧太祖帐，太祖手剑杀数十人，余皆披靡，乃得出营，其不叛者500余人。
刘岱与乔瑁相恶，岱杀瑁，以王公领东郡太守。袁绍与韩馥谋立幽州牧留于魏地，太祖拒之。一绍右长的一玉印，于太祖座中举象其肘，太祖由是笑而恶焉。二注一魏书载太祖答绍曰：董卓之罪，报于四海，吾等何大？兴义兵而远近莫不回应，此以义动故也。今右主为弱，至于奸臣，未有昌邑亡国之信，而一旦改易，天下其属安之？诸君北面，我自西向。双引号。注二魏书曰：太祖大笑曰：吾不听汝也。少傅使人说太祖曰：今元公是胜兵强，二子以长，天下偶应，孰于于此？太祖不应，由是亦不执绍，图诛灭之。2年春，绍、傅遂立于魏地，于中不敢当。夏4月，着还长安。秋7月，袁绍携韩馥取冀州。黑山贼余毒、白绕、睢固等虽身随反，10余万，略披击。魏郡、东郡，王公不能御，太祖引兵入东郡，及白绕于濮阳，破之。袁绍因表太祖为东郡太守，至东武阳。3年春，太祖军顿丘、独等攻东武阳。太祖乃引兵西入山，攻独等本屯。一独闻之，弃武阳骸。太祖要击睢固，又集匈奴于夫罗于内黄，皆大破之。二注一魏书曰：诸将皆以为当还自救。太祖曰：孙膑救赵而攻魏，耿弇欲走西安攻临淄。使贼闻我西而还，武阳自解也，不还，我能败其本屯，鲁不能拔武阳必矣。遂乃行。注二魏书曰：于夫罗者，南丹于子也。中平中，发匈奴兵，于夫罗虑以助汉。会本国反，杀南丹于夫罗，遂将其留中国。因天下挠乱，与西河白坡贼合，破太原，河内超略诸郡未寇。夏4月，司徒王允与吕布共杀卓。卓将李傕、郭汜等杀允公部，不败，东出武关。傕等擅朝政，青州黄金100万入兖州，杀任丞相郑遂，转入东平。刘岱欲击之，报信谏曰：今贼100万，百姓皆震恐，士卒无斗志，不可敌也。关贼群备相随，均无辎重，唯以超略为资，今不若蓄势之力，先为固守。彼欲战不得，攻又不能，其势必离散，后选精锐，据其要害，即之可破也。岱不从，遂与战，果为所杀。一信乃与周厉、万钱等至东郡迎太祖领兖州牧。遂进兵及黄巾于寿张东。信力战斗死，仅而破之。二构求信丧不得，乃刻木如信形状，继而哭焉。追黄巾至冀北，起将东，受降卒30余万，男女100余万口，收其精锐者，号为青州兵。披击。注一是语曰：岱既死，陈公谓太祖曰：周今无主，而王命断绝，公请说周中，明府寻往牧之，资之以收天下，此霸王之业也。公说别驾，至中曰：今天下分裂而周无主，曹东郡命世之才也，若引以牧周，必宁生民。报信等亦谓之然。注二魏书曰：太祖将步骑1000余人，行视战地，足抵贼营，战不利，死者数百人，引骸。贼寻前进，黄巾为贼久，数成胜，兵皆惊撼。太祖救兵少，新兵不习练，举军皆惧。太祖备甲鹰胄，亲询将士，明劝赏罚，乃复愤，乘贤讨疾，贼稍折退。贼乃遗书太祖曰：习在济南，毁坏神坛，其道乃与中皇太乙同，似若之道，今更迷惑。汉行已尽，皇家当立，天之大运，非君财力所能存也。太祖见习书，喝骂之，数开市降路，遂设其伏，昼夜会战，战折擒获，贼乃退走。袁术与少有隙，术求援于公孙瓒，暂使刘备屯高唐，
丹京屯平原，陶谦屯发干，以逼邵。太祖与邵会集，皆破之。4年春，军卷城。荆州牧刘表段数粮道，数引军入陈留，屯封丘、黑山余贼及渔夫罗等佐之。数使将刘降屯匡亭。太祖即降，数救之，与战，大破之。数退保封丘，遂围之。为何？数走相议，追到太寿，决取水灌城。走宁陵，又追之，走九江。夏，太祖还军定陶。夏裴缺宣据数千人，自称天子。徐州牧陶谦与共举兵，取泰山华、废、略任城。秋，太祖征陶谦，下10余城，谦守城不敢出。是岁，孙策授袁术使渡江，数年闲遂有江东。兴平元年春，太祖自徐州还出，太祖复松，去关后还桥，董卓之乱，避难狼邪，为陶谦所害，故太祖志在复仇东伐。披击1夏，使荀彧、程昱守鄄城，复征陶谦，拔5城，遂略地至东海。还过谭，迁将曹豹与刘备屯谭东，要太祖。太祖即破之，遂攻拔相奔，所过多所残戮。2注1是语曰：松在泰山华县。太祖令泰山太守应少宋嘉义兖州，少兵未至，陶谦密遣数千骑掩捕。宋嘉以为少营，不设备。迁兵至，杀太祖弟得于门中。松惧，穿后园，先出其妾，妾肥，不时得出。松逃于侧，与妾俱被害，何门皆死。少惧，弃官复袁绍。后太祖定冀州，少时已死。惟要无书曰：太祖迎松，辎重100余两。陶谦遣都尉张凯将其200送。凯于泰山华，废奸杀松，取财物，因奔淮南。太祖归咎于陶谦，故伐之。注2孙胜曰：夫伐罪吊民，古之令鬼，罪迁之由，而残其属部，过矣。会张邈与陈宫叛迎吕布，郡县皆应。荀彧、程昱保鄄城，犯东阿2县固守，太祖乃引军还。布道，攻鄄城不能下，西屯濮阳。太祖曰：不一旦的益州，不能据东平，断抗复。泰山之道诚险要我，而乃屯濮阳，吾知其无能为也。遂进军攻之，不出兵战，先以其犯青州兵。青州兵奔，太祖陈乱，持土火出，坠马，烧左手掌。司马楼亦扶太祖上马，遂引去。魏至营止，诸将尉与太祖相见，皆不。太祖乃自立烙军，令军中卒卫工具，尽复攻之，与不相守100余日。蝗虫起，百姓大饿，不粮食亦尽，各引去。注1元伪献帝春秋曰：太祖为濮阳，濮阳大姓田氏为反贤，太祖得入城，烧其东门，事无反意。即战，军败。不其得太祖而不知事，问曰：曹操何在？太祖曰：乘黄马走者披击。是也。双引号。不其乃是太祖而追黄马者。门火尤盛，太祖吐火而出。秋9月，太祖还鄄城。不到城市，为其县人李进所破，东屯山阳。于是少使人说太祖欲联合。太祖新师兖州，军食尽，将许之。程昱指太祖，太祖从之。冬10月，太祖至东阿，是岁谷一斛50余万钱，人相食，乃罢立兵新牧者。陶谦死，刘备代之。2年春，袭定陶，既因太守无资保南城，未拔。会吕布至，又急破之。夏，布将薛兰、李丰屯聚也，太祖攻之，不救兰，兰败，不走，遂斩兰等。不复从东糜与陈宫将万余人来战，时太祖兵少，设伏，纵骑兵急，大破之。布夜走，太祖复攻，拔定陶，分兵平诸县。布东奔刘备，张邈从部，使其弟超将家属保雍丘。秋8月，为雍丘。冬10月，天子拜太祖兖州牧。12月，雍丘溃，超自杀。
比秒三卒。秒一袁术请救，为其所杀，兖州平，遂东掠陈地。注一魏书曰：于是兵皆出取麦，再者不能牵人，屯营不顾。太祖乃令妇人守皮，悉兵拒之。屯西有大堤，其南树木幽深，不宜有伏，乃相谓曰：曹操多绝，勿入伏中。引军屯南10余里。明日复来，太祖引兵堤里，出半兵堤外。不易进，乃令轻兵挑战，既合，伏兵乃西城堤，不齐并进，大破之，获其鼓车，追至其营而还。是岁，长安乱，天子东迁，败于曹阳，渡河幸安邑。建安元年春正月，太祖军临武平，袁术所至陈襄元4将。太祖将迎天子，诸将获疑，荀彧、程昱劝之，乃遣曹洪将披击。兵西营，将军董承与袁术将长奴拒险，洪不得进。汝南、颍川黄巾何仪、刘辟、黄绍、何曼等各数万，出应袁术，诱附孙坚。2月，太祖进军讨破之，斩辟、绍等夷及其皆将。天子拜太祖建德将军，夏6月迁镇东将军，封废亭侯。秋7月，阳奉、韩先以天子还洛阳，奉别屯粮。太祖遂至洛阳，京都先遁走。天子驾太祖节钺，录尚书事。洛阳残破，董昭等劝太祖都许。9月，车驾出宦元而东，以太祖为大将军，封武平侯。自天子西迁，朝廷日乱，致使宗庙社稷制度始立。3注一献帝春秋曰：天子出至洛阳，幸城西故中常侍赵忠宅。使张扬善治公事，名殿曰阳安殿。8月，帝乃迁居。注2献帝祭曰：右领司隶校尉。注3张凡汉祭曰：初，天子败于曹阳，欲伏河东下。世中太史令王立曰：自去春太白犯振兴于牛斗，过天津，荧惑又逆行守北河，不可犯也。刘氏天子遂不北渡河，将自指关东出。立又为宗正刘爱曰：前太白守天关，与荧惑会，今火交会，革命之象也。汉作忠矣，晋未必有兴者。立后数言于帝曰：天命有去就，五行不长盛，待活者土也，成汉者魏也，能安天下者曹姓也，唯委任曹氏而已。公闻之，使人与立曰：之公忠于朝廷，然天道深远，幸勿多言。天子之东也，奉自良欲要之，不及。冬10月，公征凤，凤南奔袁术，遂攻其粮屯，拔之。于是以袁绍为太尉，绍齿班在宫下，不肯受。公乃故辞，以大将军让绍。天子拜公司空。天子拜公司空。我跑到这边去。